中华分园因为有这八卦山产毛路溪的天然环境，最近这几年有发现到石虎的影子。为了要让学生囡仔了解地方生态，中华分园的东安国小加这石虎追踪者卢志成老师合作，教囡仔安怎追踪石虎、翕石虎。学生囡仔也用唱歌搬戏的方式展现学习成果。石虎，它不是老虎；石虎，它会是老鼠。这首守护石虎是学生创作的歌曲。中华分园因为有八卦山产毛路溪的天然环境，最近这几冬有发现石虎的影子。东安国小就参石虎追踪者罗志成老师合作，带囡仔认八石虎。耳朵是圆圆的，而且它的斑纹是圆点的。有路杀，就是在山区开车的时候尽量要减速，不然会撞死石虎。不要乱涂农药，不然石虎吃到农药会死掉。东安国小表示，平常时石虎是暗时才会出现，所以囡仔拢无了解家乡有咧要绝种的以及保育类动物石虎。这摆的石虎保育猎命计划，除了有生态观念的相关课程，嘛互囡仔亲自去野外观察。就说是勘察，然后找到石虎的脚印，完整的就说是了解了石虎它追踪拍摄的过程。阮带囡仔伫外口安装这自动化的相机，竟然会翕到真侪夜间来活动的这动物。这个动物内底当然包括着咱上罕见的这石虎，嘛有咱的水鹿啊。师生参罗志成老师做伙伫田边装摄影机，除了翕到石虎，嘛有看到果子麻、水鹿等等的野生动物。学校嘛甲这记录展出，希望呼吁大众做伙来关心生态环境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